主后2024年11月2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人会当公望到第时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但以理书11章21节到12章第4节。后来，话有一个卑鄙的人起来，伊毋是合法的继承人，毋过趁人无方便的时，用苛刻的手段夺取王位。伊话亲像大水，将所有反对伊的势力全部冲散。遐个照契约设立的领袖嘛，互伊杀死。伊甲别个国家结盟，就用诡诈的手段，互伊小小的国家渐渐强盛。伊趁人无方便的时，侵入对方省内上肥水的地，做伊的祖先毋捌做过的事，将厂内的战利品甲财宝分互伊的部下，搁用计谋公取堡垒。不过，这个拢是暂时的。北方的王会带大军全力攻击南方的王，南方的王嘛会带强大的军队甲伊交战。因为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的王，所以南方无法度抵抗。谋害南方的王的人是伊的亲信，所以伊的军队战败四散，互人杀死的真多。这两个王拢内心苛刻，虽然做伙食饭，毋过互相讲白贼。因两边的计谋未成功，因为所指定终局的时间还未到。北方的王会带真侪财宝返去本国，伊心内反对上帝子民的信仰，伊照家己的意思做代志，了后才倒去伊的本国。到指定的时间，伊会搁来攻打南方，毋过即遍甲顶遍无相款，因为基提的战船来攻击北方的王，伊就惊撤退。伊真毋甘愿，就照家己的意思破坏伊所怨恨的上帝子民的信仰，用安尼出气。伊会搁倒来听遐个背叛信仰的人的意见，派兵来占领堡垒，亵渎圣所，禁止献逐日着献的祭互上帝，搁将可恶话递到毁灭的面，踩伫圣殿。伊会用诡计得到违背信仰的人的支持。毋过，遐个对上帝忠诚的人会勇敢采取行动。有智慧的领袖会教导众人，毋过有一段时间因为受杀害，互人烧、互人掠、互人抢劫。因伫受迫害的中间，简单会得到小可的援助，搁会有真侪人介意加入因。有智慧的人有诶会受迫害，安尼是要甲以前的人磨练，伫时期结束以前，甲因洁净，互因清白，因为离上帝指定的时还有一段时间。北方的王会继续照家己的意思做代志，自高自大，看家己比所有的神明较大，搁用大声话亵渎万神的神。伊做这个代志，伫上帝大受气结束以前，拢真顺利。毋过上帝决定要做的事，一定会实现。北方的王无尊重伊祖先的神明，甲妇女教义的神明，无甲任何神明看在眼内，因为伊自高自大，看家己超过一切。伊简单崇拜堡垒的神明，用金
银、宝石甲尊贵的物件，献予伊祖先毋捌的神明。伊靠外国神明的帮赞，攻破上坚固的堡垒。若有人认同赞成伊，伊就甲因奖励，互因管真济人，搁赐土地互因。末期到的时，南方的王会甲北方的王交战。北方的王会派战车、马兵，真侪战船，亲像加利亚风，甲伊反击，亲像大水冲入遐个国的领土。北方的王会搁侵入肥搁水的地，杀死几千几万人。毋过，以东、摩押甲阿门大部分的人会逃脱免死。伊要搁伸手攻击逐国，连埃及都袂当逃脱。伊会掌握埃及的金银财宝甲贵重的物件，搁征服利比亚甲古实。毋过，对东边甲北边传来的消息，互伊真烦恼。伊就受气出兵，要去消灭真侪人。伊要伫海甲水的圣山中间搭东方的布边。毋过，伊的结局已经到啦，无人会当帮赞伊。上帝使者继续对我讲：迄时，迄个保护你的同胞的天使长米迦勒要出现，然后一定会有一段灾难的时期。迄个灾难是对开国以来毋捌有的。迄时，你遐个名有记伫活命册的同胞会得到解救。真侪已经死去的人会搁活，有的得到永远的性命，有的永远受铁锹验煎。有智慧人会发光，亲像天顶的光。遐个带真侪人归向正直的人，会亲像星辰永远发光。但你末日到以前，你着将这个话保密，甲这本册封密。伫这段时间，一定有真侪人专心探讨奥秘的事，知识就若价天。人会当狂妄到直时，上主正恶白贼甲诡诈，因为白贼违背伊的本性，不义之人选择白贼甲诡诈，一时阵可能会成功，毋过会当支撑到偌久咧？但以理书十章20讲到，有一个邪恶的人要夺取叙利亚的王位，用诡诈手段夺取政权。迄个人就是安提阿哥四世，伊用无正当的手段抢夺无属于伊的王位，用高骨的讲法游说民邦帮赞伊，搁用甜蜜的方式说服人民接受伊的统治。伊精通计谋，对战争中掠夺真侪财物，甚至自看比任何神明搁较伟大。伫世间人的眼中，伊袂输是成功的人物，连犹太宗教领袖也有人支持伊，希望用银仔换取大祭司的职分。总是这个王却用压迫的手段统治上帝的子民。伊进入圣殿，掠夺所有器皿和宝物，甚至甲通掩护的物安置伫圣殿。伊知影犹太人不满意推行希腊化政策，袂禁止怒火岛严厉对付因，决意消灭上帝子民的宗教信仰。电同时，有一寡人甲这个王妥协，毋若叛教，搁正做助长宗教迫害的方向。尽管安尼，伫受压迫的
环境中也有一群对上帝忠实、毋肯拜假神的人，坚定持守信仰，甲遐个忝面的投机者形成对比。先知传达上帝话，指出真正认捌上主的人，必定遵行伊的命令，毋但家己坚强，还要鼓励别人持守列祖传承落来的信仰。白贼和开价是不义之人选择的生活方式。这种方式虽然可能带来所谓的成功和财富，甚至互人看作是美好搁对找，这毋是上帝认同的成功，也无符合伊的心意。患难会磨练基督徒的信心，虽然互人学得承受，甚至可能互人改变信仰也是立场，但是坚守信心到底的人，最后会赢过患难。虽然这个历程无一然会互人接受，但是靠信心得胜的人，会得到上帝喜悦。当人拥有绝对的权力的时，往往会袂记得家己是谁，搁掠做家己是神，骄傲甲掠袂牢。圣经指出，既然是骄傲的人，终其尾会受到公义的审判。伫将末患难的日子得要来到，这是甲上帝的子民对邪恶势力中分别出来的时刻，是得救的日子。搁我的信仰会当互咱伫亲像死亡般的现实中，仰望超越死亡的主。面对各样患难压迫的时，还冒着性命危险持守信仰的人，是上主所认定有信心的人。伫严峻的考验中，反倒是因的信心受磨练的机会，因为最后的胜利要属伫遐个持守信仰到底的上帝子民。默想，我要安怎伫所掂的环境中，无论贫贱还是富贵，拢会当坚守上帝的道，无偏离伊的心意。我要安怎伫所掂的环境中，无论贫贱还是富贵，拢会当坚守上帝的道，无偏离伊的心意。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感谢你赏赐我一切，祈求你每一日拢引带我行伫合你心意的道路。虽然有时阵我会因为软弱还是丧志离开你，祈求你，互我有机会搁再倒转来到你的面前，互我不致行往灭亡的道路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